作為最愛探索新事物嘅香港女生，辭職之後終於可以過上自由自在嘅生活，慢慢做好自己嘅人生節奏，真係太療癒啦！呢次嚟東莞旅行，第一站就被絕美嘅書店狠狠拿捏住，一入到門口，成個人都安靜落嚟，心靈瞬間被溫柔療癒，氛圍感拉滿。到書店超好打卡，夜晚安排食當地最火嘅9宮格火鍋。餐廳嘅環境超有格調，一邊食又一邊拍片，出片率係100%噶，味道亦都非常之好，好值得嚟呢度一試。食完飯之後，我哋去咗東莞，晚風溫柔，月色正好，喺月色下影相係直接拉滿咋。影完相，終於返到酒店啦，放一首舒服嘅音樂，飲一杯小酒，再泡一個舒舒服服嘅泡泡浴，徹底咁樣放鬆心靈同埋放鬆身體。從治療嘅書店火鍋，再到月色嘅夜市同埋寫意嘅夜晚，東莞呢一次小旅程完美結束啦。